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大故事》。思念发芽，风凄凄，雨淋淋，心搭着乌阴，风破日。天青云散，思念发芽，一蕊一蕊，一拍一拍，一直滚芽，加出年久月深的气味，找到前世今生的脚迹，弯弯弯弯的小路，看到思念一直发芽。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大故事第137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思念发芽。所以去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伊创作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意。咱讲发芽咱来咧做面包、做香、做包仔、做馒头，拢爱用发粉来发芽。发芽华语就是发酵嘛，有一边呢，阮过来的朋友大家做伙咧做面包，我就看到迄个酵粉，发芽足深色哦，伊迄个酵粉会倒，安尼一直大一直大。本来无空，过来世界空啊，过来愈大空，就互我想着讲，即个情形，咱像讲，即个空嘛若像一条路共款，一条细细条的路，愈来愈大条，咱的思念就是安尼，细条愈来愈大条，若像会转共款，思念就是即种情形，所以我甲这个思念用发芽来代表。风凄凄，有人讲凄凄，风咧吹嘛，有一点淡薄凄凉，因为即阵阁有雨有风阁有雨，雨冷冷。即阵呢，咱的心肝搭着乌阴。就是讲，伊的心肝是袂清的啦，这毋若讲是外口的天气啦，卖当比论咱人的心情，无好的时，咱像去搭着乌阴，咱像外口有凄凉的风咧吹，咱像外口咧落雨，经过一站，日头出来呀，天青云散。天已经青云开思念发芽。咱这个物件若要发芽，就是爱好天嘛。好天有这个温度，会记得较早，阮妈妈做这个包仔啦、馒头啦，伊这个面粉烂着加粉了，拢爱摕出去外口晒热。晒热就是有这个热有热有这个温度，伊才会发芽。咱这个天清，互咱的心肝嘛清起来虽然咱的心肝有清，毋过咱的思念就开始想咱像讲这个思念钻入去咱的心肝院共款，就咱像这个花一蕊一蕊一直开起来，
哪像咱的心肝中有一拍一拍足济思念伫遐，一直滚甲，一直转，一直滚甲，加出年久月深的气味，吹着前世今生的脚趾。这个前世今生的脚趾，有一点啊，就是前世的记忆啦，再来经过这个弯弯弯弯的小路，搁看到思念，一直发芽。一拍一拍，这个一拍一拍嘛是计算的单位啦，这个拍免怎写？草字边，再来加卡倒手边是一个8，正手边是一个8，草字头上面是草字头，下面呢左边是一个白色的白，阿里巴巴的巴所以这个叫做拍，伊是计算的单位。风凄凄，雨冷冷，心带着乌阴。风破日，天清云散，思念发芽。思念为什么会当发芽？说来去，咱邀请清代台文系教授卢兴忠老师来跟咱分享伊的体会。韩阮这首诗是短短啊，但是真肃健。伊将这种的思念，或者是讲人的思想，或者是讲人的艺术的创作，人的一寡心灵的活动，这种真趣味，个真有意思的这种现象，用这首诗安尼甲表达出来。伊内底有这风雨，有风有雨，这个是心是乌阴的，是郁卒的，这个所在，迄思念是袂去发芽的，一直到天若清云若散，人冷静落来，伊的思念，伊的一切才开始会发芽。这发芽是啥物意思？实际上，咱知影讲，这是化学的一种名词。迄就是讲，原来的这种的物质，透过这个化学的作用的时，也变做一个足无同款的新的物件出来，安尼就对。所以，伊这个发芽，伊讲会加出年久月深的气味，这表示啥？伫冷静的这种的思考，伫这冷静的这个或者化学的作用，还是讲心灵的改造内底，你听好变出时间非常的久长的迄种物件的气味就会走出来。毋若时间的长，反射会个超越这种的较无同款的情形，讲会找到前世人、这世人你的脚趾，这个脚趾有一个无同款的意义伫遮发生作用。我的感觉就是讲，这个所在韩晚伊本身咧写诗的时阵，伊足重视迄种的气氛迄就是一种艺术的一个创造。思念一直发芽，伫咧弯弯弯弯的小路行出啥物回安尼。伊讲一直发芽的所在是一个弯弯弯弯的小路，这表示啥？人小路代表讲一个讲看起来毋是一个足重要，毋是一个足好势，还是足光明的啥物迄个路程。但是伊只要有法度伫遐透过伊艺术的创作、艺术的创造的时阵，遐个物件发芽出来的时阵，就感觉讲所有的小路拢听好行出无同款的前途。
弯弯弯弯的小路，看着思念一直发芽。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卢兴昌老师主题讲解，洪昭文吟诗，专门去电台制作，教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个继续空中再会。